可以做 two 啊？佢可以飛翻嚟。Aiden 你去攞啊 ！Aiden 你喺側邊啊 ！Aiden 你喺呢度。林文傑，你照踩頂啊，葫蘆頂啊！個波轉你先收中啊！林文傑收中，收中！騰腳，騰腳，佢哋，佢哋。我膽啲 Aiden，要咁多快啲咯。球啊，冇球嗰啲點啊？人球啊 ，Alpha。突然間發現呢個係冇亂咁跳，對位對啱位得啦。呢就死手夾法，右手空氣。要好對啫，兩球得球。林文傑呢個位咧，你預計到你就閂停佢，後少少閂停就唔好攞落手，一冇咧就去晒啦俾人哋，係嘛？你咩出可唔可以早少少啊？唔好去到半場你先咩出啦，而家都咩出得㗎嘛？係咁咩中間啲人？其實咩出啊？啱埋波㗎，你見到甩出就隻腳企闊少少啊！集中啲得唔得啊？咪向前射啊！後得啦！阿曉南有人對正咗嘅，其實都你咪下下集兩度麻麻地啫。導星呢個位插中啦，有啲型走嘅波。睇標，睇標，睇腳夠啦，睇腳夠啦，睇腳夠啦，唔好落手。咩位？劉文傑去邊啊？攞到籃板未先？波上明咩嘅？你手中間。冇球準備收窄，人球兼顧 ，Alpha 人球準備補位 Alpha。有留喺度。轉防啊可以，補位睇下。哇！佢 penetrate 預去早啲停啦，冇追太多啊！踩罰球線嘅你，個波左右 swing。冇啲粒俾。縮啦，林文傑你而家要準備縮啦，林文傑縮後，林文傑罰球係立晒。俾小朋友用。好，打。睇下頭先大Venus 走 ，Venus corner 睇下有冇俾啊，引佢出嚟，引佢出嚟。都爆都爆。幫手啊你！揾唔到嘅做下 hand lock 都得㗎，上條 hand lock 咯，要帶住個波嚟。可以唔使球球逼，林文傑啊，係機會先做俾壓力，做逼，你企啱乜位置先？收中啦，林文傑 ，high post 要企啦。劉曉希，你隻腳真係慢到，全集底線。嗰個係三兄弟嚟。球嗰啲要收窄，咩補位啊 ，gap defense 啊 ，weak side 要 help 啊，冇標啊 ，Morgan 你冇襯啊，跟住幫先發，冇包啊。咦，佢鏟家可以攝緊啊，唔使企喺嗰度等㗎，攝緊都得㗎。你做 set play 嘅做 hand lock 俾隊友咯。一個隊，唔使兩個。再轉快少少啦。林文傑靚，林文傑靚，林文傑 good， 收中啊劉奕希。劉奕希又唔收中。冇球準備收窄補位啊！自己跟住自己先，有擋先轉防。劉奕希你。叻仔，走啦 Aiden，快攻啦！對咗㗎啦，電子睇咗，可以㗎啦，電子睇咗㗎啦。
8秒進攻。已經啊，應該喺度留意 K 到空，留意下。個 release pressure 聽落波。去一邊，去一邊。好好嘅波咁，但係你學下你隻手喺保護個籃球嘅，打開俾人偷嘅。喂，你打佢。後邊，後邊。佢有喎，係啊，兩個。開波。你啱啱大擋。之前對咗㗎啦。封曬，你知唔知？你觀察下先。呢個就係咁望住 A 嘅原因。你企闊啦，拉筋，你企闊啦。摩根你手一鬆啊！係嘛？好啊，門，大住先睇位啊！係保護咗防守，保護籃板啊！好容易俾人 pass ，A 人企間高少少。加油21啦。中間，跟住你側邊。喂，你防守搞乜嘢啊？即係啲位置都未見到。阿爸小齊翻去 release pressure 啦。係，希特有冇波？幾高啊？馬路度升波波。佢攞住個翼希啊，唔係咁樣橫頂斜吞，明白？劉星。白色90搖2發。你兩個都係你啊！你而家你有呢條底線，你冇得咁樣打橫閘，分車閘，早啲喺呢度停，你理解？明唔明我意思？OK， 好，第二樣嘢，你啱啱用劉李希幫你做擋，你用，其實有冇望佢 roll in 咧？你呢個位空位嚟，你望佢都係空位，但係你好快就死，明唔明啊？呢個選擇嚟嘅，係究竟俾佢定射定邊係你選擇？個選擇係咩？喂，啲人 mark 曬我哋兩邊，其實係呢個。鬆啊，真係！明唔明我意思？你陣再出㗎。要 penetrate。8秒進攻。特別咧，停低先啊，冇啊，停低啊！follow， 大起啦 follow。希特唔好走啊！你去幫佢啊！你右邊後邊，你邊度開始嗰個波？手二，打開手，坐低。我坐低準備 first step 啊！攞住個波行，直接邊個人啊？望下遠轉邊快少少啦 ！extra pass 啊 ！extra pass 再 extra pass 入去出嚟 post up。反擊，歐力先啦！俾佢先。冇啦，慢下，定下，轉先，過升。合理喎啲球起手。好啦，繼續推住先啦，阿爸先推住先啦。係。呢個。擰轉身啊，快啲啊！希特你手頂。下半隻夠啦，係。佢啊 ，A 特你要收過嚟啊，保好先，睇位啊，去邊唔好喺中間。摩根，如果你想停嘅，有出就冇入，噴到隻腳未？中間所有位，或者你快啲 release 翻咗去先。你喺上面跑落去，逼佢去順勢啊嘛，你唔會俾佢反方去吸翻中間㗎，咁咪要兩個手一個咯。佢哋係咪喺學校集合跟住上嚟啊？白色對反3次。翻後鬆，去中間，俾呢邊啊咁。你就企翻出嚟。邊啊？你冇望過嗰邊嘅？手舉高手，係望翻上面希特。喂，希特食手鬆啊！你發完夢未啊你？42啊嘛，有冇做啊？下球。去一邊，去40度，一邊有鬆 one two 啊，我做 two 啊，四高彈出嚟走啦，係。
自己手，自己手。佢暫停條底線。8秒進攻。30秒。喂，手鬆啊！好在手咩啊？手翻你點？半人。Aiden 個波落咗白色對犯網。嘅下邊唔翻嚟先，對翻上面嘅人。你而家右手邊嘅就守右手邊中間 ，OK？ 右手邊同中間，個波去咗嗰度，你要去中間。上一球呢度就但再前一球就一接俾人反開。20秒時間。冇錯啊！用晒，唔好急，睇時間，打一球。可以8秒先打嘅，劉奕希，3又要。手裝 Aiden 係 Hannah 半隻。10秒。睇時間，快啲把。半場，劉希回最後。加油！